有代謝性疾病嘅初生嬰兒，因為缺乏咗身體嘅某啲嘅酵素以進行正常嘅新陳代謝功能，身體會因為咁而囤積咗過多嘅有毒物質，或者缺乏咗一啲重要嘅營養素。代謝性疾病雖然比較罕見，但係如果我哋唔及時治療嘅話咧，代謝病係會導致成長之中一啲嘅發育問題，或者終身嘅殘缺，包括智力殘缺、肢體殘缺。再犀利啲嘅話，甚至可以引致死亡。從過往嘅個案推算，香港平均4122個初生嬰兒就會有一個患有代謝病。其實實際嘅發病率可能比我哋嘅估計更加多，因為香港政府規定每一間醫院為初生 BB 檢查2種代謝病，包括蠶豆症以及先天性甲狀腺素不足症。但係其實代謝病嘅種類繁多，只係檢驗2種其實並唔足夠。現時代謝病並唔能夠完全治癒，患病嘅初生嬰兒喺出世嘅時候並冇明顯嘅病徵。假若察覺到有病徵，呢啲病徵亦都係難以發現，或者係跟其他嬰兒嘅疾病相似。患者可以有以下嘅病徵，包括食慾不振、嘔吐、癲癇、肌肉冇力、昏睡、發展遲緩，甚至乎可以引致死亡。若果能夠及早作出診斷同埋治療，可以有助於提高治療嘅療效，以避免受影響嘅 BB 受到終身殘缺嘅機會。新生嬰兒代謝病嘅篩查可以從新生嬰兒嘅血液或者尿液樣本之中進行。兩者唔同嘅地方就係在於檢測代謝病嘅數目以及入侵性。血液樣本可以檢測大約50種，而且係入侵性，但係尿液樣本可以檢測超過100種。而且收集嘅方法比較簡單，而且無痛。喺理想嘅狀態之下，嬰兒喺出世2日到7日之內就要進行篩查。雖然某一啲嚴重嘅代謝病好快就會出現一啲病徵，但係亦都有一啲遺傳嘅代謝病發病係比較遲，或者喺未發生任何觸發事件之前咧，患者亦都係可以表現正常嘅。如果仲未為初生嬰兒進行代謝病測試，亦都可以喺6個月之內去檢測一啲症狀較輕微嘅代謝病。